线，做左边线。我知道。是吗？哦。怎样？拿过去。那个 beam 的那，就是最右边的，就是你那个角度两个才照得起来。他现在不是在录吗？嗯。那箭头一直在闪。干嘛？要买手啊？好累哦，很好玩。这个我把它当成看。哎，你一样没有右边线？没有，这个是变右边。有半号偏三脉要出来了。好累啊。我要侧边。今天雨然在下雨，等下会弄边。搬酒啊。